為每一個邪惡祈禱。我們的上帝、聖父、聖子和聖靈，至聖三位一體，無玷童貞瑪利亞，天使長和天上的聖徒，降臨在我身上。請淨化我，主，塑造我，讓我充滿你自己，使用我，驅除我所有的邪惡力量，消滅他們，這樣我才能健康並做好事。從我身上驅逐所有咒語、巫術、黑魔法、惡毒、領帶、詛咒和邪惡之眼，惡魔般的侵擾、壓迫、財產、一切邪惡、罪惡、嫉妒、背信棄義、嫉妒、身體的、心理的、道德的、精神的、惡魔般的滋養，把所有這些邪惡都燒到地獄裏。這樣他們就不會再碰我或整個世界上的任何其他生物了。我命令所有騷擾我的力量，以全能的上帝的力量，奉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透過無玷童貞瑪利亞的代禱，永遠離開我，被送入永恆的地獄。他們將被天使長聖邁克爾、聖加布里埃爾、聖拉斐爾和我們的守護天使束縛。他們將在無玷童貞瑪利亞的腳後跟下被壓碎。阿門。